大家好，我係民眾安全服務隊嘅 Ruby。相信有唔少行山人士都對我身後嘅環境會好熟悉。龍脊係位於香港島石澳嘅熱門行山徑，總長大約8.5公里嘅路線，通常都會由土地灣出發，累計攀升係大約415至到500米，途經打爛程頂山。大家出發去行山之前，記得規劃好路線，了解清楚行山嘅起點同埋終點嘅位置喺邊度。喺香港，超過120條官方認可嘅郊野公園行山徑都可以揾到一個類似我身後嘅指示牌，咁樣就可以確保自己唔會行錯冤枉路啦。現今科技發達，市面上有唔同嘅手機應用程式，都可以大大提高行山人士嘅安全性。天氣同埋路線安排就係兩大重點啦。大家出發之前記得了解清楚實時嘅天氣狀況，行山期間亦都要了解天文台有冇突發嘅天氣警告啊。如果遇上雷暴或者天氣轉壞嘅情況，就記得唔好上山啦。雖然香港手機網絡覆蓋已經好廣泛，但係山野始終會有收唔到嘅情況，所以提早預先下載定離線地圖，又或者帶定紙質嘅地圖就更加穩陣啦。行山嘅過程之中記得時刻補充體力同埋水分，尤其係喺天氣炎熱嘅時候，缺水會好有機會導致中暑、頭痛、抽筋等等嘅情況，所以記得時刻要補充水分。做得好啦！龍脊景色一流，多打卡位，難度唔算高，所以亦都係好多行山人士嘅理想選擇嚟㗎。過返嚟先。雖然個環境係好靚，但係打卡嘅時候都唔好鬆懈，因為咁樣就會好容易發生意外㗎啦。遇到意外嘅時候首先要冷靜報警求助，之後亦都可以分享你嘅實時位置俾搜救人員。不過記得盡量都留返喺安全嘅位置等候人員到場啦。龍脊本身路徑清晰，風景一流，都好值得行㗎。今日我哋安全行完龍脊，探索香港山野之美，從安全出發開始。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